来关心新竹空军基地换上2000战机，拜二暗底执行夜间训练的时，飞官下派分弹射逃生，加在意识清楚人平安。总统赖清德伫昨昏有去探视飞官，空军嘛要求换上战机，即马爱先全面停飞，已经做专案小组要调查事故的原因。空军是认为讲有可能是发动机故障。 海巡人员大家做伙甲人救起来，顺利救起来就是空军飞官上尉谢派芬。飞官谢派芬在换上2000，随着按8点05分自新竹基地起飞，执行暗时炸弹训练。验过半点钟了，才呼叫讲发动机无动力。1分钟了，谢派芬自关岛一枪鹰鞘紧急弹射，国军派 S704 加 C130空进行救援。 经过要到2点钟，暗时10点20，伫新竹外海找到谢派芬。验过 S704 伫咧吊挂时阵，才拄到吊挂拿故障，最由海巡的舰艇支援后送。伫咧11日透早1点22分，登到台中5车港，飞上当综合病院，初步检查身体有一寡所在刺伤。总统赖清德11日起去看谢派芬，感谢国军无分立面保卫国家。在这种状况之下。 他们非常辛苦，我也敬请国人能够全力支持国军，做国军的后盾。伫咧搜救过程 ，S704 发生缆索故障的情形，无法度吊挂谢派芬，所以大家即马也伫咧关心，即马村的3台 S704 脱险率。是故障的小白交给维修的合约商来去做拆解故障的原因造成的调查，目前正在执行当中。 空军启动天然作业，下令换上战机全部停飞，安排特检，也成立专案小组，将飞机合起来调查原因。这个是要非常专业的飞安的实地调查啊，不管是环境或是机械，甚至人员的因素，我们都不排除。北中南东啊，我们都有相关的部队啊，在24小时的做轮值战行，对我们空军的战力短时间不会形成。 压力跟影响。空军也证实，涉事的幻象战机70下昼有弄到鸟仔，迄当阵的检查拢符合派飞的标准。伫暗时要飞进前的检查也拢无问题。另外，国军搜救行动说是由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主动对外说明，引起争议。空军表示会检讨改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